妹妹，你妹妹啊？哎，奇怪，怎么长得跟你不一样？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你是头发绑太紧了，对不对？放松一点。杨树年呐，姐姐好。哦，这，要片。你要叫我叔叔，对不对？三姑娘啊，从啊，心莫开呀，莫从我心上，老爷大擂台，老爷冲下来。哇，哎呦，今天你好年轻啊，很 healthy 啊。哦，平常都是穿高跟鞋哈，今天对呀，穿球我每次鞋。从那边走下来都要很注意我的高跟鞋哦对，都会多了个半哎呦，寸这样。今天按 healthy 啊哈，嘿。本上就受伤了啦。本上 healthy，对，是你跟我老公拉高了我的年龄层。哎，但今日因为特别节目嘛，特别计划小擂台赛，哦所以今日按照我大班都是变那个阿 healthy 对不对？哈，请问你是？我是金童少男。我是玉玲姐姐。很感谢今天大家收看我哋呢 sell 擂台賽。啊，今日當到小朋友我哋創學堂嘅嗰一本讀下堂哦。係啊，唱魔真台啊，超精彩有啊！ 6組嘅小朋友嘅哦，我分兩次哦。好，分兩次哦。哎有獎金有嘛？咯，第3名有個名牌藍牙喇叭。哦，聽一名。第1名有個行動 KTV。哦，按太腿哦。對，咩？識台。唱麥克風是嘅。是你的用的啦。對。第一名呢？第1名有5萬元。咁4萬5，嚇，5千元嘅獎金啊！很好哦，真的呢，好表現哦。哦，很好。當然你必須還沒就評審欣賞啊。當然啦。哦，也是有哥哥姐姐哦。對呀。請特別欣賞，請特別欣賞，有請欣賞。欣賞介紹的，哎，今天很難得，我們請到葉玉婷老師。對呀，玉婷老師。葉玉婷老師也是個創作這個高才啊，哦，創作很多歌曲，電視節目總沒懂得演唱啊。錯。那今天就這樣好不好？我們就請葉玉婷老師來幫大家強鬆下的，因為小朋友你們也可以觀摩一下。對。好，我們老師他在舞台上怎麼表現，好不好？好。好，來帶了一條後堂的歌。嘿，給新關注。你有一秋天，嘿咪一條，嘿，嗰種唔係哦，唔係哦，你彈得啲啦。
将心都给生命中的每一个，老你讲嘅话，你咋你拢无通到，爱因注意嘅事，你知道无重要。你嘅心肝肚，肯定一扎声音呢。激动快乐，让你将伊无停。你嘅心肝肚，肯定一扎声音呢。佢愛老你講，請你打開心門，自由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老师你好，哇，好优雅哦！这看着那坐在这里，就听片感觉有清新脱俗的感觉。脱是，对啊，之前是得过给台湾流行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大奖，哎呀，乜个上班乜个机缘，讲下两条歌，还是下两条歌，嘿，因为我就会做音乐啊，然后我有一点想要放弃了啊。那个时候开始下两条歌之前，有点想要放弃，然后我就觉得好像我就下不出后堂的歌曲。这首歌是在一个月时间，就是那一年比赛的时候啊。哦，那一年比赛的时候写的。写不下去啊，总是会有个什么原因嘛。就是会有这个瓶颈呐。嘿，就会那个时候我只有老大不还只有一大声音然后那时候就是当你就突声音啊，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写歌创作，然后我就觉得我觉得我有点走不下去了。后来比赛时间我就想说我今年没比然后我就看着我的儿子来，我就拿起吉他，我开始亲就没弹吉他我就弹，我就随便弹，然后他就很开心，就一起跟着摆动啊跳舞，我就觉得这好像张惠俺会神发，然后我就写了这两条歌，你给完成一条歌就错。跟用是学吉他，头摆入位吗？呀嘿。唔系，俺上太好，张好吉他。那你那时候吉他是跟谁学？花莲的一个那个汤姆与哈克，他们是双吉他组合，然后汤姆对汤姆与哈克的汤姆，他们是之前有入围过金曲迪士尼的那个卡通影片那个。对啊，那是火车，那是火车，然后抓老鼠那个。不是，那是每个礼拜天，那是每个礼拜天。那个汤姆与杰利。汤姆与杰利哈，那不是汤姆与哈克哈克哥没给用死可是。就是那个汤姆与杰利，哈克，你们用客家语言来创作。就会开始我个欣赏汤姆老师，他就是也是有参加那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给迄参加好容易组诶。然后伊就鼓励你会讲哈，你会要不要写歌曲？那个时候我那之前我都是写国语，写方言歌曲。后来我就写，他就鼓励我，就开始写汉语歌曲。哇，好棒哦！你看，最终还得到这个原创流行音乐大奖。很不容易，好棒吧！今天真的非常欢喜，又再次看到来有唱的节目。等下小朋友的哈，今天要表现，按章坐到那边要好好的鼓励啊你。好，好不好？没问题，没问题。好，麻烦你了哈。好，什么鸟？好，就节目开始了。好，有唱 TV， 好，唔来播。TV 钟欣瑜，钟欣怡，钟欣怡。带队，头发开。好来，等过来。
什么太大？你好，哥哥姐姐好。哥哥姐姐好。有礼貌。那都嘛个名？钟欣宇。哦，你今年多少岁7岁。你是癌吗？是啦，你的电视当中有看过癌啊？看过。看过哦。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卖药的。我的有事实卖药的。今天谁跟你来？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在哪里？爸爸妈妈在哪里？来嘞！爸爸在前面，妈妈躲在后面。为什么你会想要学客家歌曲？之前小的时候就是会到龙潭客家文化馆去跟芊芊姐姐一起，就是去唱歌。啊，那是谁带你去？阿公阿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带你去耶。哎呦，为什么？我请问一下爸爸哈，你客家语吗？俺嘿。唔係，阿媽媽係嘛？唔係。哦，媽媽唔係。哦，結果一般不聽的媽媽伊學較多，因為母語嘛吼。對。但是變爸爸，你就會想講我本身也學個來客家歌。就是跟他剛剛講的一樣，就是客家文化館有辦活動，那時候就是仙仙姐姐瞿宣順，那她都在這邊帶動唱，哦，仙仙，對，所以就帶她去。那他也有興趣，所以就一直有在學。哦，不止學歌曲，好像還學了樂器啊。對，學烏克麗麗。學烏克麗麗啊？那今天要表演？那今天可以表演嗎？今天，好，那你今天要表演嗎？烏克麗麗。烏克麗麗。那我又要拿椅子給你。要嗎？要那種嗎？要，他要那個葉老師的規格的哈。嘿，剛才覺得 Q 他輕鬆了。我們好好幫他 setting 一下哈。烏克麗麗。他用扎數字條，伊的温度嘛改名，伊你相信唔係，愛來從本你聽。數字講三條字，動字老無名字，還有最尾一扎温度數字咪。什么太感人之声？好棒啊！葉老師，對，他家唱緊日歌嘅嘛？哦，數字歌，嘿，愛下本聲演唱嘅。啊，真的啊？係啊。啊，佢表現都樣白。我知道佢唱那條歌，其實很適合。很適合哈，所以你的歌很適合小孩子唱。小朋友，就因為以前我開始搞聲演烏克麗麗的時節，小朋友都搞唔清楚哪一隻數字，他們不知道哪一隻手指的名字。啊，烏克麗麗要奏數要按和弦，真數要彈撥，他們不知道要哪一隻手指頭按哪一條弦，就會下掉一條歌，本記得記得。哦，還玩那個蘿蔔墩，用數字公墩，前後搞。真的哈，所以表現得當好咯。我知道佢彈烏克麗麗唱歌比佢唱嘅頭髮開還好。哦，較穩聽哈。係啊。可是我們今天是要評桃花開了。哎，妹妹，你長大想不想像葉老師這樣，可以這樣坐着很優雅的這樣創作歌曲，這樣彈？也想要，是不是？還是跟他們多多學習哈。有什麼問題可以請教他們，好不好？好，加油！好，加油哈！我們分數等一下再公布哈。那我們現在後面還有很多小朋友，我們一起歡迎這一個下面的劉成怡、劉子賢，帶來是寶丫。好，大家都躺一下哦。
的一组啊，陈宇，你好，你礼拜，好，罗哥哥好，哎，你好，怎么这不一样啊 ？Hello，海军姐姐好，哎，你好，太酷了这，Hello，是你的谁？妹妹，你妹妹啊？对嘿，你好，嘿，嘿，呵，哎，你妹妹，哎，奇怪，怎么长得跟你不一样？你是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不是？啦你是头发绑太紧了，对不对？怎么样？哦，就比较直，放松一点。不是本来就这样吗？啊，你本来就长这样啊？你一直头发就长得绑那么紧哦。哎，他现在会讲话，我刚刚在，以前不会讲话不是以吗？前就很酷啊。我问什么就抹功。是啊，就不讲话，也一点笑容都没有。哎，在台上跟某公央了，真的，我觉得你很有艺人气息。听说他之前还有去参加那个花莲之星歌唱比赛，流行音乐大赏。对啊，那天很多都是大人参加啊，结果嘞，成绩怎么样第一名，臭屁吧，对不对？还是第一名，哎。而且没什么，就第一名了。我最小啊，但是我第一名哦。对啊，听说你们今天还有带等路来啊？对啊，真的呀？有啊，带进来。在哪啊？这位老师。哦，这个是你们花莲玉里的那个吗？名产吗？对啊，哦，金针花我知道，金针花那边煮汤。就是台东，花莲那边有一个山是什么？那个山，赤科山。赤科山。赤科山我们叫金针花山啦，金针山啦，在玉里嗰片啦。玉里老夫里嘅洞哦。哦，佢當年差唔多。西老牛捏吧，然后应该慢慢的有了回事有发了，回事慢慢哦，那是一开起来那整片山呐，很漂亮，黄色的东江哦。东江因为翕相啊，对啊。啊，这个羊羹你帮我介绍一下哈。哦，羊羹就是什么口味？你说这两个？对，上面这个是比较浅色蜂蜜。哦，那下面那个红豆。哦，红豆是不是？那你喜欢哪一种？啊，你没有吃过对不对？好，痛甜，好，我吃过没有？我吃看。但是你现在不是刚刚被鱿鱼消化一下吗？你吃哪一个？哦，哇，要不要配茶？不用，羊羹其实哦，好吃哎。而且听說這個羊羹哦，喺日本時代嘅技術傳下來。啊，安尼盧卡加金好，你要吃一道羊羹。真的。要進在 7-11都買到真的。那金針花你要不要吃一下？來。他還沒炸過，你想騙我是不是？好了。好。哎呀，兩位衝對了，來搶一下。四位老師請。OK，鮑鴨。好，成語哈，細細看到呀哈，骨種嘅。讓它慢慢地讓佢上線沒問題呢。所以講，因為食飽也屬高嘅啊，其實啲花蓮有時會燙到佢沖，啊唔過越沖越穩啦，越沖越穩。好，啊，所以妹妹我妹妹較細，所以妹妹不要想哦，其實姐姐很酷，我發現妹妹才酷哎，妹妹根本就不笑，姐姐還會笑一下，妹妹都不理我，會嗎？不會啦，他有笑啦。你知道你兩個剛剛沖食飽樣係幾想去沖嘅，你話叫冇沖嘅。叫我沖嘅，都沖到日過嘅。係啊，啊唔過談到當歡喜，吼，所以講雖然嚟沖食飽樣，安尼歡歡喜喜沖，其實咩係硬木貼啦，係 OK，好，加油哦！好，啊，用於精彩表演以後，我們一起來歡迎下一組，好唔好？好。賴姨姨，老賴怡婷，帶來日頭。帶來熱條花。好，我來，唐廖威唱嘅歌嘅，我來。一首歌，年年給故事。他這次有學新的魔術。那你要變什麼？你要變什麼？就是一個骰子的魔術。骰子。它可以變成什麼嗎？它就是隨便選一個數字，然後搖一下，它就變成全部你講的那個數字。真的假的？真的。哦，你公有點公。好，30秒。那個骰子才不及。我觉得妹妹这么小，她就懂得享受舞台，而且杰出的点在哪里？你知道，她不只是表演，她唱的音比妈妈还准。
如意如婷，廖安心继姐姐好，石峰叔叔好。好，哎，你看吧，就很自然的淑峰叔叔嘿。人家都叫我哥哥，你叫我叔叔，有点没礼貌。没有，叫叔叔啦，叫叔叔对了。当初学习客家歌，因为阿公阿婆的关系吗？也爸爸妈妈带你啊。芊芊姐姐。你们两个的偶像是芊芊姐姐就对了。对。哇，哦，应该是小朋友界的每一个的偶像。对，今天你们好像还有别的才艺吗？抖音舞。抖音舞。抖音舞现在流行，时下最流行，也是芊芊姐姐教的吗？不是。不是啊。啊，你们要跳抖音舞啊？对。好，来跳一下，好嘞，好，看一下，来。好。Chacun ça va canto pieza di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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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抖完了吗？抖完了。那你们自己有在跳完以后放到 Facebook 给人家看吗？没有。哎呀，太可惜了，应该要放的。对啊，就要把自己的才艺秀出来给大家看嘛，对不对？好不好？好。啊，表演都用版唐一下这位老师的功笔。哆啦 A 梦。好。还有怡婷啊，选替白看过几样啥吼？我知道安尼表演，我最喜欢声音的拢一家的木卡艺。比如讲，嘿兄弟姐妹啦，乡下来做表演，来知道表演很有蛮感情多诶，还有利用啥互通拉诶，这个歌曲的精神就出来了。我说讲日头花，我知道同适合用姊妹来唱，而咧唱歌的时间，我就当中看到两张同讲的小妹，没两的同讲的小妹骑脚踏车在田野间，当中的专业客家种的感觉。对，我觉得他给我有这个画，好像经过金针花山那种感觉。对，然后两个感情就是姐妹情深，那之后懂后。谢谢你们的表演哦，很棒。好，谢谢。那也感谢你们来参加。好，哎呀，谢谢你们，我们的成绩等一下再公布，好不好？等一下，好，先回座休息，安息些。好，谢谢两位这边，好，来，撒下来。林样真带来准通梦想。好嘞，躺下啦。神蒙太嘎。你好，应征哈。对，应征什么？你要应征什么工作？哎呀，是在等个中心瑜伽，系嘛？
没去改啊？伊就也粉红色的啦。哦，你也有好啊？对。哎呀，所以这一支是你从小学开始练到现在，还蛮晚入操的。你练多年嘞？嘿，贵是有1年生的时间，就会，他就会有半天的时间，然后，放学以后就有去学。就开始练。学这个。哦，练到呀哈。所以身材一直长高长大，然后这个不会长大，所以感觉就比较小哎。刚刚你在练这个乐器，你有停过一阵子，为什么？因为就会让它贵重，就会看某时间。最近要再给拿出来复习练习哈。你之前有参加乜个客家流行音乐节啊？有。哎呀，没唱歌比赛。嘿。弹乌克丽丽。今年冇。去年还前年？前年。很厉害耶。得到奖吗？前面有得到第1名。哇！打败很多选手了。所以我们制作单位真的制作人很厉害哈，他是找这一些精英，客家界的精英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表现不太敢宽。冲动用版的唐叶还叶老师嘞，玉婷老师，每次都应征可以自弹自唱，就是非常的稳定。我觉得有那个大将之风。对。然后就是只是唱高音的地方会觉得有点唱不上去，有微微的一些的。可能变声了。变声。谁不会变声吧？会吗？也会哈。也会哈。其实谁不会变声啦？因为人的构造都是这样。泰嘎有一种迷思，就是说，因为谁来变声很明显。我要讲嘛啥？你们有看跟嘛啥？那个谁？陈宇，你想看啊？以前伊唱歌唔咩安尼，他声音上，他高，你看给人家上就已经慢慢变得比较沉稳，然后他的构造变得比较厚，喉咙构造变。不说讲给人家唱歌做的稳定，因为它是一块肌肉，它可以唱歌就稳定的肌肉嘛，可以控制它。问题他小1的时候也很稳定，对，就很厉害，所以他现在变成就说给他嗓还没有编，我觉得就是很多家长说，其实女生有变声期，因为编到某红，看唱给大家有点伤涩涩，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在变声期。还是紧张，也都有，也都会紧张。我觉得紧张碰上变声期，我觉得还是多练习，觉得练习一定会有，就是会有成果啦。对，好，欣赏。谢谢安子 C， 也谢谢你来参加哈。什么样子？升级等下张功夫，按先在 V 当中抽，好嘛哈，谢谢你啊，谢谢哈，回这休息哈。好嘞，撒下来呢。顺过去带来给병茶。好嘞，躺过来哈。风
佑哥哥好，海军姐姐好，嗨。凯琪，听说你有去参加个那么个别台的歌唱比赛啊？明视的台湾那么旺。哦，那歌唱比赛哦。对。难怪我是觉得你好面熟哎。对。没有在那个节目很好啊。很棒啊，大家都认识你。你现在走在路上，大家应该认识你，对不对？有些会有看的就会认识。对，而且你长得那么特殊。就是让人家印象很深刻。对。我都冒冷汗。你去唱的时间有唱乜个？唱乜歌？什么国台语都有哦。那你最拿手的是什么？你自己觉得？比如说在那边比赛10几次，分数最高的是哪一首歌？欢喜就好，欢喜就好，人生短短，只要要佚佗。是这个吗？对，我 key 起太高哈。你请你的 key 给他唱，他吓坏了。用你的 key 唱一下。这边是哪边？人生的海，只要拢了解。有时啊清醒，有时凊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多，咱生活较自在。啊，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伤歹看。驶着好车惊人拖，赶出歹摒扫，食甲伤好，惊细野狗，水尾缀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在佚佗，有时也烦恼，有时辛苦。问我倒倒，别来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哎呀，好棒啊！看，我们客家人，你比别人都厉害，是不是？你又多了一个语言，对不对？我们至少还会客家。对，你现在会国语、台语，然后客家话。对呀。客家话还没学会。好，但是会唱客家歌。会呀。那日文歌、英文歌都还不会。好，那就还可以再学，对不对？对。哦，这个是语言的部分。对。他厉害的还会变魔术啊！变魔术。对啊，这次有学新的魔术。你有学新的？你是干嘛变魔术？人家都要撩妹，啊，你女生变魔术要撩肉。撩肉。好，那你要变什么？你要变什么？就是一个骰子的魔术。骰子。它可以变成什么吗？它就是随便选一个数字，然后摇一下，它就变成全部你讲的那个数字。真的假的？真的人，这个比算命还厉害，怎么可能？真的假的？你会读心术哦？不会。不会，那好，那你来变啊。没有啊，你们讲的数字要跟我讲啊。哦，公益的比。好，35。那个骰子才第几个？啊，骰子没有到35啊。骰子只有到6了。哦，1到6。可以1到6哈。1到6。那3。好3。但是你的道具要给我啊。对哦，对不起，我忘记了。好。这个骰子给你们检查一下，骰子。来，给个镜头看一下哦，2哈2。骰子。查一下有没有问题。好。检查，要咬一下是吧？没问题。里面有没有装什么机关？是真宠正常的骰子哈，我要帮你拿好，帮你。然后呢，放进来哈。选3，对，选3。我刚以为它3哈3，然后他就要摆3上去这样。对哦，不是啊。那就不是魔术了。对，但是没水准。好，来喽。1、2、3，上面就全部变成3了。为什么？那好，他现在换他4。他说他只能1次。就是啊，可以吗？现在换他4啊。我说4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呀，4。4，你还要倒出来啊？要再倒出来，好，要倒出来，好。哦。他摆的时候，他就要一个一个把它摆好。但这个摆只能你自己摆，对不对？对。好。我们摆不行啊。这样会破的那个魔咒。
哦，骰子会认人啊，那骰子一咻一丢你嘛，明天我滴血给他。你确定？确定？等一下，没有这个好饿了，真的只能变一次。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因为我怕你又再变到3。对，没关系，我们下次再来好好的变，好不好？下次好不好？下次你还有机会再来变啊，对不对？留到下一次，因为我怕你来不及学下一个魔术。不会啦，家里魔术道具很多。哦，你家在做魔术道具的？不是，学校有学。学校有学哦，学魔术的人很聪明。学校有这种才艺表演的，对，学习啦。那这个收好。来，你冲动用版那边欣赏的公平啊。思慧老师，好，凯琪，今天很高兴听到你唱我的《给表茶》。我只是觉得很特别的地方，我刚刚一直在听哈，我觉得很特别，因为这首歌其实我听到很多小朋友会唱这首歌，可是这首歌很特别，是我当初是写给我先生的，可是我对，就是为我先生写的歌，就没有想到每一个小孩唱起来都让我觉得他们的特别性真的很不一样。就是，我曾经听过好几个小朋友唱，那凯琪今天表现方法，我也是头一遭看到，好，我头一遭听到，好，只是说。可能你真的对客语不熟悉，所以在咬字上面你会比较吃力一点，比较吃力。但是，我其实这样讲，就是你的表现方法，我觉得我也很喜欢，好，非常非常喜欢。只是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你再放的再，你就说我已经很自然了，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的自然的方式能够有更不一样的方法的话，意思是说，比如说你跟你的同学。我希望你把这首歌设定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不要针对唱歌这件事情，就是说，我是在表现这首歌，可是我希望的是你在设定你跟同学之间的感情。这个唱法如果能够建立起来的话，我相信你唱的方式又会不一样。你可能连那些动作你都没有了，反而你的动作更自然。因为你在跟同学讲话。那你用同学之间的情谊去表现的话，或许歌词并没有到那个位置，但是你的感情的抒发上面会更自然一点，会更有你现在这个年龄的味道。我很期待你下次再唱这首歌给我听，我真的，我还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发表方式，好，但是我觉得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刚刚一直在盯着你看，我觉得很特别，好。我希望下次再有不一样的表现方法，这样好不好？我很期待哦，加油哈！好，那老师很称赞，那表示你分数应该很高哦，很不错哦。好，我们先不公布哈，等一下先瞅一下，我们最后再公布成绩，好不好？好，谢谢你啊，谢谢，下次记得要辨识了哈，不要再删。好，来杀好了要煮嘿。旁里县旁平县带来罚款呢。好，来等过来啊。原本俺又来到四样的素菜，香叶、可以种也嘅皮板，有头发有开花咧，爱上。
创作俱佳哦。对，母女档，哎嘛，你好，你好，丽贤。时光哥哥好。你好。我记得之前人家在娱乐节目来比赛的时间，你唱有单眼摸来向他唱歌的嘛？有嘛？这么大啦，哇，好棒哦！不过戴乐要说法快嘞，哦，很特别哈。法快嘞，第一次 T 百看到母女档这样子呈现，尤其是在妹妹的身上发现不一样的法快嘞。哇，妹妹你好特殊哦！你刚刚唱，谢谢。哦，大家的那个 focus 都会在你身上，真的，都一直注意着你。对，原本妈妈还蛮突出的，但妹妹一张开嘴巴唱歌的时候，哇，整个关注都在她身上，表情好丰富，到位啊。你可以很适合去演舞台剧。对，真的，你演舞台剧，你那个张力很好，张力。对啊，所以我就想要问说，这首歌的里面的歌词的内容是比较悲情还是？你设定立涵设定是怎么样的情绪？就是这一段你没有设计过吗？有吗？就有，也有这一段也有在外面表演比赛过吗？没有，没有啊。但是有在一个很特别的场所有就是表演过。哪个场所？就是那个平原的那个贝公送别的还是？对，因为贝公就是前阵子去世，然后因为他很喜欢听平原唱歌，冲狗哎，所以呢就讲了一下口白，各位在冲本给他贝公，献给他最喜欢的贝公，因为他很照顾我们。对。难怪我刚刚看他唱歌的时候，他表情蛮悲伤的。对，还沉浸在那个贝公的情绪里面，很思念他。你们好棒，思念很深层。对，好，OK， 来冲动用班呢，那这位老师。好，李贤怡哈，还有这个平原怡哈，这一下声音一下都睇哈，咱当然讲睇人都本身嘅腳都睇出嚟嘅。我當中醫基本嘅量晒表演哈，人家講喺北港北港嘅事情發，我就知道安尼表演。我俩做出的連接起來，因為一開始的時間啊，看到妹妹爹唱歌的時候，哇，我想說怎麼有這個小孩子表情，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唱作俱佳。有的人單唱，有人適合演，但是唱作俱佳真件東西。我想講媽媽來比賽時間，已經很優秀了，沒想到啊，初生之犢不畏虎。你剛剛想嘛？你剛才在唱的時候，你在想什麼？你在想背公嗎？在想阿給啦，對不對？不是，是背公。阿給啦唱歌就表情就沒有，他是站着的。哦，站着。對，我覺得羅哥，我送安內，我們要換一個方式，女生不是那個阿給啦，姚蘇蓉。你知道姚蘇蓉？今天不會我跟你說，真的人。然後我要講唔係笑唔喏，我要講嘅係表演者最棒的一個表演，所以講啲舞台蛋糕，不管配上樣板看你，不管你旁邊人分樣樣都一樣，嘛該你就是完全享受舞台。對，我知道。我覺得妹妹做的最好的示範是這樣，這麼小她就懂得享受舞台。中馬剛剛太搞鬆了，就講過，我們 focus 到你身上，都忘記旁邊有位麗賢媽媽了，你知道？給出去講被我看得懂後，那兩個人媽媽還傑出。對，然後而且傑出的點在哪裡？你知道？她不只是表演，她唱的音比媽媽還準。真的。而且我覺得這樣的表演其實是。要靠默契，還有一件事來講，所以講不管哪擺聲音呢，編給台，你會編得用啥，哪擺用版型呢？譬如講他要結婚生子了什麼的，但是這段表演永遠會是你們生命地位都當重要的一團。我感謝老年大禮堂，很棒的表演，謝謝。謝謝。好，我們分數等一下再公布哈。哎呀，先搶用你專業當中抽，安子謝謝兩位。好，安尼6組比賽已經比起來，安先休息一下，本現場統計啊。好啊。都帶2次樣板來。
好，呀，成绩已经出来了哈。出来了。向海军的报告一下，T3名的满人来。恭喜 T3名的孙奎琪。哦，你给他平均分数94.7分，恭喜。好嘞。再下来，恭喜得到 T2名的林昂泽。今天平均分数95分，所以得到第1名，恭喜。貼配恭喜，也個得到 T 名的龐炳炎。今天平均分數96分，得到第1名，恭喜哈！冇得獎嘅唔怕，等下還有獎品哈，沒有關係哈。啊，你要是搶你欣賞的頒發獎品獎品嘅，好了，葉老師來，T3名嘅獎品，凱琪，恭喜凱琪哈！好，謝謝，安謝謝，好。T1名，行動卡拉 OK， 認真，恭喜認真，恭喜你，謝謝。我們的冠軍，這位老師爸爸冠軍，獎杯還有5000塊，很棒哦，恭喜哦，謝謝這位老師。好，恭喜3位哈，然後也謝謝來參加的朋友哈，對啊，一位哈，那個陳宇，不，雖然沒有得獎，不要那麼臭。沒關係啦，哈，反正今天有來看到他了，對不對？對，沒有，等下有獎品可以拿哈，沒關係。獎品好乖哦，哈，行。一樣哈，等下有獎品可以拿哈，好，你們表演完了，今天算其實沒有什麼比賽啦，就是表演而已哈，大家不要太在意，好不好？好，我們來看傳統組的。傳統組的沒看過聲音的比賽哦，好看哦。好來看一下傳統組的比賽來。哎呀，你傳統組的啊，識朋友來得冠軍啊！這個禮拜哈都會這樣，觀眾朋友都覺得我能夠用空的。禮拜呢裝年輕，對，還能看到，所以係的特別企劃案哦，還沒有唱欣賞的。你出來欣賞啊？羅英欣賞。總可以欣賞啊！那一開始我給你們輕鬆一下，我們聽一個前輩來好好的唱歌給我們大家聽，好不好？這個是評審姐姐，對，這個大前輩哦，這個常常受邀去國外表演，不管美國、歐洲、澳洲，反正世界5大洲，每個國家都去過的，懂厲害啊！懂出色，有唱機的創一條後堂的國文那個堂。分樣，總鳳儀先生帶來《有情》。
欣赏啊，你好。小弟，美女，讲咩声话？哎呀，因为最近超多安尼咯。哦，超13公斤哦。是这样，为情所困啊。啊，是不是太多选择了？放杀了。我那冇可能，冇可能。因为天空只有我棒杀人家，怎么有可能人家棒杀我？应该。还是去到太多了。健康哦，冯先生哦，那接吹安尼国外表演啊，真很火哈。对呀，怎么这么好？你阿飞当冲呢？你有没有冲哦？唐公去年吼去澳洲，有冇个事情不读到印象深刻的？哎呦，澳洲就喝澳洲红酒啊，好，那你有事就跟那个董达颂，董达颂啊，因为讲回都讲过。董达颂，因为澳洲有没有我们去在雪梨歌剧院表演吗？到雪梨啊，应该都去昆士兰，还有墨尔本，还有博斯。哦，博斯就是澳洲的首都了。城市，对啊，伊个表演时间是拄到大家很动羡慕的声音。昆凌的啊。昆凌啊。嘿，周杰伦呢？哦，周杰伦去看你们表演。不是阿公。哦，昆凌的阿公。对，去亲的阿公。佢带的昆士兰。他是客家人吗？他阿公是外国人。外国人，唔过请好能去表演。唔係，因為佢帶嚟昆士蘭，因為佢看到我哋有樂團喺度教佢表演，佢要先寫封信咧俾啲樂團，非常歡迎人哋過去表演。到時我哋度教佢寫，因為我們按到外國人，你馬唔啲馬莎，我有張英他說：我給你介紹哦，這係昆凌的阿公。哦。然後他阿公動厲害哦，就是說佢看到我哋表演以後，有沒有從彩排？第一場、第二場、第三場表演戲就全部走，他就陪着我們。佢燙的是，因為佢本來是照你講，隔壁在非常叫，照你講，可能阿公喜歡20秒走，是唔會啲個位。可是佢個嘢是造型頭，佢是戲到個位，可能都有彩排，佢是應該都有彩排，彩排都換衫啊，換好一些機會向佢哋嘅翻譯。那人都講啊，他想跟我們認識，冇啦，3蚊開啦。我叫當得翕相，翕相以後我都是出去表演些有冇哈？我們下組都有表演嘛，哈，阿部都有10個表演場，應該也是兩場。我們應該都寫些，其實錯點啲啊，英文個，你阿部是都表演時間，然後一等到都表演睇咧。非常厲害。哇！安尼佢對客家文化，所以有興趣呢。呢個你客家有沒有動好？那應該要建議他請周杰倫寫個客家歌。有啊，做乜雞啊？哦，那個他那個是學我的啦。他是學我來叫一聲小姐。冇講啦，做乜雞我對他學習。裡面真的非常多家，做廣告示範。本日的小朋友會建議啊咧，嘿。其實呢，從你3個月嘛吼，開心時候，冇聽計較分數。你應該是除咗講，你係從一條不過係3個也流行過。你做嘅上台勇氣是最好嘅，聲音咧袂從哦，聲音咧袂從逞強。係啊，袂講嘛逞強，我會講要夠較強。真的，哦，好，放輕鬆唱哈，不用輕鬆，不要太在意。阿姨有告訴你們了哈，不是，今天姐姐，今天是姐姐，對。喊會計較啊你，哎，當然計較咯。好啦，今日都麻煩啦哈，我抽到個片哈，打好下分數，好嘛哈，安子誰？思夢先生，謝，好，思夢姐姐，好，姐姐，好久不知道幾百年沒有被叫姐姐了。來，有請 TV 帶皮帶來平板分享。下对了脸。
持你好。你好，哎呦，客话讲到安好啊。哎呀，人又长得有气质。对呀，跟你好客家山歌从哪就开始学？我才学3个月而已。3年，只有办法唱到安好。你是有什么天分？请问福禄寿，这个是天分吧？这很厉害呀！减肥也要花半年的时间，你学唱山歌3个月就好了。对呀。哇！天分，你看，哎，你本身有天分啊。哎，妈妈来，有同妈妈讲去个呢，主动的田传艺比赛啊。有。亲子组比赛。啊，就是对唱安尼啊。嘿。唱大嘴鼓，大嘴鼓。另外一个才艺啊。安尼啊。另外一个项目。有得到哪个奖项吗？有吗？第1名。哇！今天听说她美丽的妈妈来到了现场。她妈妈相当的漂亮。相当漂亮。如果你今天还没结婚，我一定不敢追她。有请妈妈。啊，来，有请妈妈来现场。哇！妈妈好，这妈妈真的漂亮哎！姐妹啊，金模用的嘞。妈妈怎么没有戴个眼镜？对。你们一堂公园这个姐妹档啊，对，一个才艺表演，都大嘴鼓。大嘴鼓。哎，你按住屯那个田传艺那个大嘴鼓的表现一下，好吗？一细团。好，开始。大家好，今日爱你来大嘴鼓。5月客家庄有个特别嘅活动，你哋係乜嘅嘛？我當然知呀。給你講看看。童話機呀。童話唔驚蹦出一打有土地出有記。就像俺哋客家人硬頸嘅精神。童話一開客家莊滿山拍謝謝。拍拍嘅花喊獎啊！咁有參加童話嘅活動嘛？有啊，學校有參加童話釀料比賽。咁你釀來聽聽。好啊。拍拍誰拍花？點點重寫法。大到高山檔，人人興記系統法，系統法。系統法，系統法，釀杯，看到鬼片有統法，山當開到山腳下，5月天使滿回廊，釀杯滿體系寫法啦，系寫法。講到了，我哋實實咧準備。做乜該準備呢？打扮講講啊！做乜該打扮講講呢？本人下來看童話。嘅人哋家家嚟去打扮。童話是客家情，愛客家，愛童話，年年就愛看童話。什麼大家？童話主題啊！好棒哦，難怪會第1名。對呀，因為童話因為客家觸法哈，所以用一個主題來哈，難怪我本來呢評審老師請來的，哎呀，天命冠軍，很厲害哦。針對下譬如入嚟呢，已經變咗咧歌唱嘅部分哈。做得。好。唔使緊張啊，要鼓勵。來啦。加油啦！有氣質。你哋譬如今邊咧評判哈，唱得非常好。氣質也真好，唔過我看真係咁樣緊張，係嘛？老媽媽看下表演的時候是有笑容哦。還沒記得上台唱歌是叫媽媽安嘅，等於像唱你這個那個海軍阿姨這樣子，或者是海軍阿媽這樣子哈，這樣子。那就阿胎了。哎啦，好了，唱歌就按你可愛的表情哦，你也本着建議，唱的是什麼？唱的是。嘿，多講客家話啊！如果上去實整個把聲音要講啊，不然唔能夠在家也有本人來懂吧？就我要記得啊！條都啱啱買嘅。出來寶，應該係咪國辦啊？當然啦，你們好。先進還會念 rap。他很厲害啊！跟你講，他很厲害的。好，雖然咧學3隻嘢有2個成績，唔過轉去係你強郎唱高先生一條轉轉咧再加強，下回會更加好嘅成績啦哦。好，多謝多謝兩位啦哈。什麼用啥？硬頸嘅精神。先回做休息哈。好，謝謝。謝謝大媽媽。
好嘞，对母子表演完。对，下一组麻烦你帮我。各昂。各按流，各晕眩，帶嚟鬆劍彩。好來彈。謝謝啊，奶姑，要唱到呢首本好冇？好嘅，你彈den哦。你可以把你中间的国拿掉吗？國安，冇辦法，你係阿爸阿妹，安呢，安呢，做對，國，安尼唔怕啦，安尼較有出名，對，安尼較出名哦，對，衝掉愛，衝掉愛嘞，女主角來了，女兒還是？孫啊，按腔啊，按聲，甲唱歌真係很穩定了。對呀，伊曉得講，伊曉得講客家話冇？問題啊，你問題，訪問他。哎呀，你叫什麼名字？郭英賢。郭英賢，哦。今年多歲？7歲。7歲用按丟的天啦。啊，按歲咋喏？係啊，7歲一般人老妹都5歲天，你比佢還高呢。哦，對，我老妹，哎呦。對呀。還是你記錯了？對呀，我把阿公記錯了。是剛好上1年級了。剛好1年級，1年生哈。哦，但是他在班上應該是很受歡迎的，因為特別嬌小，人家會想要呵護他。對，我以前就是這樣。真。
真的啦。还有歌又唱得这么好哦，真的，唱得来，那当时长得公平啊。好，来，因老师非常会倾听你的国语台歌哦，对，安利客家嘅歌，然后就去唔但唱一架唱和土登顺呢，顺强下唱吼，我想了点动动音，包括安利做先生都让你学习。好，挑战动电音下吼，成日老谈音强下唱歌就会出现安样嘅状况吼，就会，不过你就会动电音下嘅位数，你从隨住歌，什麼材料會唱到邊附近我攏隨住歌，吼，佢聽定你係國語台歌強下唱，吼，唱到什麼嘅事，吼，隨住歌。好，佢唱到老台歌強種嘅事吼，就個咧就係有一隻問題，就係我自家教學生嘅時，也係有安樣嘅問題，就係當到成因為家長會講，俺細係唔係本機唱，你係對唱嘅唱歌咁好，咁個對唱歌曲吼，對客家歌曲嚟講，當到都係唱歌，所以呢，唱國語台歌安樣教定吼，我想係正確嘅。好，因為你係傳承文化，唔係談情說愛，好，所以才嚟鼓勵你，也什麼你，什麼？用威先唱伊威嘅當方錯啦，哈，謝謝，多謝，謝謝啊，你好棒啊，好棒啊，繼續加油哈。軒，你去那邊坐一下哈，謝謝。阿子姐，多謝。阿公，你拉輕一點，感覺他會痛。好嚟，撒好嚟。龔仲義帶來開膽歌。好嚟，彈啦。生意咧，真係唱到比太銀行還好啊！係啊，而且運用嘅麥克風嘅時間好哦。哎，你怎麼這麼厲害啊？哎，你唱歌有去給他上班呢？哈。你很聰明呢。超級的。對啊，一度誰？所以你用辦法想學客家歌誒？因為阿叔婆推薦。好，你本身就好唱山歌。哎呦，你聽咯。對呀，你看唱到安穩安好。對啊，他不追求那種偶像歌手哎。哦，真的嗎？他不會做嘛給，他就是要追求客家文化。真的嗎？你沒有什麼那個喜歡的國語歌手？有嗎？有沒有？有啦，一定有。我還以為只有阿叔婆是他的偶像。好棒，好棒！哎，來談一下欣賞的公平啊！來。好，終於從呢客家小調東河堂，哈也可是是講起有嘛吼，再個下高啲啲的，啊，因為你唱到後輩時節有嘛吼，是稍微有點咪調帶，因為帶唔下去，高只起，
可能会还然好。因为记得他按时年纪有嘛吼，但开单过程了非常非常好。哦，真的哦，开单过应该之前那个加冲嘛，对吗？对啊，对啊。哎，他今天不止唱歌呢。他还带来了拿手的这个以为煮菜呢，以后要开春堂呢，他是小小厨师。哎呦，开餐厅哦，哎，餐厅很赚钱哦。小厨师，如果开得好，哎，立秋啊，欣赏。山歌嘛，甜树年呐。这好。哦，这，鸦片。你要叫我叔叔对不对？你刚刚唱歌的时候一直看那边，按快慢眼。你看谁？阿婆。那是你阿婆。是你阿婆啊！真的还假的？你不要骗人呢。她很厉害耶。对啊。你有那么厉害的阿婆？金曲歌后呢。今天不止唱歌呢，他还带来了拿手的这个。以为煮菜呢，以后要开春堂呢，他是小小厨师。哎呦，开餐厅哦，哎，餐厅很赚钱哦。小厨师，如果开得好，立秋啊，欣赏。要个掉了不能看呢。哇！哎，热的是热的。哇，这一看就是很客家味啊！哇！对。哇，这个好。我跟你讲。过来。哦。好吃的客家小炒。好吃的客家小炒。哎呦！炒的客家小炒啊！帮忙啊！哦，帮忙。你帮了什么忙？你是帮了什么忙？哪一个鱿鱼，然后泡那个水。泡鱿鱼剪了以后要泡，对不对？是还没剪的时候泡，还是剪完泡？剪完泡。那你知道里面的配料有什么吗？里面有。帮我介绍一下这道菜。里面有3层肉，还有鱿鱼，还有葱。哦，落埋调油。调油还有。米酒，安尼就好了，系咪？老桶嘛？不是老桶哦，吼。然后我拆开了。请问先生，你要来碗白饭吗？哦，好。还好嘞。好。你要讲法。好吃的。真的好吃的客家小炒。哎呦，很久无吃到的传统面啊！讲真，真的吗？因为俺妈妈懂鸭肉的啊。又讲人妈妈，老了，年纪较大，他会中医衰耶，他中医衰耶。最近就是偶尔炒出来的客家小炒，味道已经有点没有像这个这么传统了。边的嘞哦，好吃。只有龙山饼的味道。我带回去了哈。你有多炒吗？有，那后面那个他也很爱。哦，好，不行了，他肚子太大了，不要给他吃。不会。后来，安之 C， 我家哇，唱的真的太棒了哈！谢谢你，谢谢，继续加油啊哈！加油，休息一下，好，捶他。那这一盘我就带回去了哈。好，安之 C。他好可爱哦，以为中医衰耶，哇！好了，杀好了呢。陈千怡带来肉散锅。哦，来弹开。来
啊，天怡你好啊，讲哎，讲姐姐好。哦，这啊，鸦片。你要叫我叔叔对不对？媳妇阿爸好。师傅。帅哥。哎呀，你好甜哦！你看我就知道你讲话很甜，我对你多好。我刚一大碗，本来大家抢，我看你的感觉应该很需要。来，你爱不爱这个？来，爱呀！来，还是你自己夹比较多，好不好？来，我帮你来拿麦。好，来，你蹦轮。这个。哦，一头安尼太开了，有皮皮。可以吃，真的可以吃，真的。他要这块，对，对，哇，看他吃东西好好吃哦。好了，整碗都给你了。不要。要不要白饭？不用。面。要不要喝水？还不用哈，麦克风。还对你讲，真的很对你讲。好可爱，你甜神的喜感哦。真的，你好可爱哦。你今天是跟谁来？阿婆。阿婆在哪边？阿婆，哎。哦，阿婆啊，你好。阿婆年轻哦。对呀。啊。是啊，阿婆哈没有很老呢哈。阿婆不会老，阿婆永远年轻。哦。你唱歌是阿婆突你的嘛？嘿。嘿啊，你3个班学啊？嘿。你学了多年呢？6年。哦，6年哦。啊，那你唱完了，我们请老师讲评一下好吗？好，来。那个李阿妈，好来。你今日讲的小可点面子，不是会面前咯。我讲下休上点。小可爱嘛，小可爱。嘿啦，差不多。哎，你讲到咧前一看到总是讲，真件真有喜感。讲老实话，你讲嘅优点啊，加讲佢嗰種嘅喜感，你講嘅樣，上就非常嘹亮。嘅音質非常好哈。尤其按社會小朋友能夠唱到落山歌。實在不容易啊！不容易，講老實話哈。老師要當真，你還會講客家話。阿鳳老會跟阿用客家話滿語哈，你還會演技，不容易啦。你就講你電視面前咧，你假裝出來老聲音講客家話，真嘅咯。所以佢哋前幾年能夠全場用客家話回答，哈，還是幫你在傾聽啊。按落山歌唱得非常好，但是好啦，講二婆好啦哈。二婆本在建議，han bài唱歌的時間要強弱，按點嘛？彈的什麼？莫按太長，跟誰？按迄樣拖落去哦，han bài執掉哦，哈，前排，前腳。好，安住誰？阿伯。千玉还有才艺表演呢。对呀，不是只有吃饭的表演而已哦，你还有吹，你有表演本太假看哦，观众朋友能太假好好的欣赏啊。哎，什么才艺的表演？才艺。胖头，来预备起啊！各位歌手小好好，手工阿爸渐渐粗，糖爱眼嘅辣饭歌，辣饭吊点点多粗，叫阿上山是树叶，叫杨老水米甜了，光头上大转口毛，风吹毛沙跌落河，故将地肚下掉的，出条面红雕他狗啊雕。雕鱼的雕拍鼓啦，嘿啦。拍鼓吼，雕到时阵哪可以规炸又做的是。哎呀，很好啊，嘿嘿。啊，但是技巧生哈，彼此身材做技巧生哈。不要饿到了，我会担心你哦。你饿到会没有力气唱歌哦。对呀。好不好？好，继续加油，好不好？谢谢你好棒哦。什么太假？什么太假？安子些好，先回做休息哈。哎，杀下来了。蔡奎田带来平板。来，等个啦。
哎，你好，欧哥哥好，海军姐姐好，快点吼！我家底下的侧面呢，看你的感觉，我觉得你是好像小孩版的谢启国啊。你站好，然后让等一下他们会后置，好贴一个谢启国老师的哦，羽琼哦，尤其侧面比较感觉比较像，对，侧面啊，对，哎，熊宝宝，你问一下哈，那勇士可以是接触客家歌曲，新眼神。说好4年，按压多年6年生。6年生啊！哦，6年生，伊嘛6年生，差很多。按这练6年，天天呢，哇，六年。6年啊，系啊。哦，啊，你就以后冇简单。哇，6年啊，表演都真的是非常好。以后应该嘛会走形上。以后哈，你想当老师吗？想啊，对。你有什么目标？有什么想法？去那个竹东天川日当乐师。当乐师？我中老师啊。按压锣鼓压的有好冇？有啊！啊，陈谢启国老师好呀。嘿。哎呦啊！你真的好会猜哦，你听我团呢。对，你看就是可能跟他学了就跟他很像啊。吞音好，从向主唱好，伊就会充满。对，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有点像 No 哥了。是老公跟我越来越像了，所以他长得比较好看。哦，你们有带了那个特殊才艺吗？有。吞火圈，也。谢老师有教吗？吞火圈，跳火圈。没有。谢老师最近会吞剑呢。他还没教这个哈。没有哦，你改天教你。你说谢老师，吞剑要怎么吞呢？嘿，你吞姜呢，厉害哦，真吞真冲哎。哎呦那还有什么才艺表演？好，你要表演才艺哈。好，马哥。我要用高胡拉开金扇。有没有表演那个高胡？才艺表演的。开金扇。套一句周杰伦的话，你好屌哦，真的，很强了，厉害呢，要去欣赏就搞得好，基本上要有天分，讲老实话哈，能够了认真做了后冇很容易，哈，像家己唱的又好，来又好，了这个按照天才，来客家吼，安尼厉害，真个能够薪火相传，真的，很好，你讲金名几条啊？他的头跟二胡长得有点像，所以你看，我觉得他的偶像应该也是谢启国老师，连头发跟他剪的也是一模一样的。那燕燕老师呢？燕老师呢？開聽嗰邊唱嘅評判吼，非常嘅好。其實呢個評判，唔但唱係你係完美表現到當好，韓國從起來上映嘛，非常嘅嘹亮。我想咧就係成年咧重新嗰個特色。好，咁個沙丁慢慢會變太熱咯，吼，所以應該重點出得嚟四張強演之外啊，吼，撒下來就係完美嘅表現。吼，貴屬歌曲講起來非常嘅好聽，咁個係講本意建議老祖先吼，先來每日嘅時間，梗係完美就個老幾加強一啲啲，吼，我想你係貴屬嘅表現呢，就非常嘅你係樣板講，完整。唔係講老人家嗰種
梅土梅戏，毋过用伊切甲个韵味表现吼。我想继续加油，好，非常加油前途是吗？好，谢谢，哇，相信你的前途无量。加油！加油！加油！好，谢谢你，谢谢，继续哦，继续，努力哦。OK， 回座休息，安子 C 哈。哎，谢谢齐国，不是啦，小齐国。小齐国。好来，杀了。陈友文带来三个字。好来，弹个啦。文姑啊，嘿，你好，你好，嗨，嗨，你看到啊？哎呀，唔係，通常和巨星哦都唔會講法。哦，真的哈，巨星的就是比較神話一點，對，就像蕭敬騰一樣，對，神話一個，對，哎，還沒熟悉啦，還沒熟悉。你剛剛唱歌的時候一直看那邊，為什麼？啊？你那邊有藏錢還是藏糖果嗎？是有。哦，爸爸在那裡啦。爸爸啦哈。啊，你唱歌要看等爸爸才會唱歌，是不是？是嗎？不是，你看慢眼。你看誰？你看慢眼。那是誰？你認得嗎？你旁邊那個是誰？阿婆。阿婆。那是你阿婆，王鳳珠老師是你阿婆啊？真的還假的？你不要騙人呢。他很厲害耶。對啊。你有那麼厲害的阿婆？他是金曲歌后呢。她是你阿婆，說不定他不知道他阿婆是金曲歌后。哎呦哦，那剛好今天王鳳珠老師來，請邀請鳳珠老師來，有請鳳珠老師。哎呦，兩位主持人好，三位先生好。我按腔啊，七家孫呢，你搞到還沒唱。其實哈，順其自然啦，因為我上課嘅時節，下班時期我停定去。你今尾有愛嚟乜嘅創乜嘅合作啊嚟？來唱一首流行歌。流行歌曲。流行歌，客家妹子。客家妹子。嘿。你現在要唱客家妹子可以嗎？可以啊，準備好了嗎？準備好了哈。好了，那我聽你唱嘍。我們大家都要聽你唱嘍。好，好好唱哈。好，預備起，好來。開始。跳舞啊，跳舞啊，動啊，動啊。客家妹子，客家妹子，上一山西數專強。客家妹子，客家妹子，傳有文化太家常。客家妹子一點強，全家來到有良。我有台風語言好。
哇，很赞哦！推一个是蒙太嘎，是蒙太嘎，嘿嘿嘿。哇，我要声音表现都安尼，很棒像鸿儒老师，来鼓励一下。幼文哈，从了2年3公子呢，从非常好，有阿婆的味道，阿婆的味道，阿婆够动火哈，其实可能是因为可能汗水哈，可能还没降哈，所以讲甲社会用是不哈僵硬的说，不过前途无量，后生可畏，真的，哈，除了讲咱有声音哈不得了。这个下台的哈，可能就是你下届就是撒下来的种子有嘛哈，最强的。对。好，继续加油。好，安子谢，谢谢。多谢今日来呢哈，带孙女安尼来啊，谢谢。啊，会做休息，安子谢。好，到底6位小朋友的这个神经样板哈，按向欣赏讨论呢，好，马上来揭晓，好吗？好，来。完了哦，出来了。开摩托前3名的小朋友没关系哈。是啊。哎呀，我们这个。但是今天通通都有奖。通通都有奖，只是名次不一样而已哈。安尼出来先公布第3名的好吗？恭喜得到第3名的是龚俊义。哦，今天的平均分数是96分，恭喜你啊！好来。接下来得到第2名的是陈前怡。哦，今天平均分数是97分，所以佢排名第2名，恭喜。一排嘅第名嘅係乜嘢呢？太太你就恭喜蔡桂婷。恭喜你，平均分數98分啦，所以佢得到第1名。頒獎也就請啊那個鴻儒老師來頒發第3名。第3名。蓝牙喇叭哈，好，謝謝。第1名。好，便宜。行動 KTV。謝謝。好了，第1名來。第1名喲。快艇有1隻獎品，老5000元。好棒哦，謝謝。好，開不開心啊？開心。哦，開心哈。對啊，得到第1名，還有這些拿到獎品的，你們沒有拿到，等一下都有哈，不要緊張哈。不要緊張，你們的是特別大獎。特別大，比他們還大哈。好啊，希望你們繼續發揚客家文化，好冇？繼續唱客家歌，安尼好冇？好不好？好哈。安尼今天安尼節目就到此為止啦哈。好。嘿，安尼先多謝安尼觀眾朋友。觀眾朋友，什麼名太噶？安尼要感謝安尼評審老師。什麼粉絲？謝謝你們來參加，謝謝安子姐。謝謝我們辛苦的樂隊老師。謝謝老師們，謝謝安子姐。謝謝啊！還有工作同仁們，大家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記得下禮拜這麼長時間的時間呢，老年大舞台，老年衝下來，再見，拜拜。